咱来参加祈祷。天父上帝，你是信实的上帝，你创造天地，你保守阮，保守人类，你引带历史，阮信靠你。阮今仔日要三国来想圣神的轨迹、信息、忠实的问题，求你通过阮所想你的话，利益伫阮的信仰，互阮对你回应你的信息，甲你的听。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咱今日就要讲忠实啦吼。忠实这字吼，我有做迄个 PowerPoint 出来，我开始拢用希腊文、英语甲中文，互咱看一下安尼吼。忠实吼，咱的圣经，今仔日的圣经，台湾的圣经翻做忠实，有的翻做忠信，有的翻做信实。希腊文是说 pistis 这字吼。英语翻做 faith 是信用 ，King James 翻做 faith 哦。剩的翻译拢翻做 faithfulness 就是忠实，还是啥？我这个忠实的后壁可靠、忠诚、持守吼，我是伫英语看到，迄个人是讲忠实这内底吼，爱包含这三项物件。头一项是可靠 （reliability）， 互人会靠得；第二是忠诚，就是 loyalty。搁一个是继续，迄个忠实毋是安尼715，是一旦继续 consistency。所以这较顶啊，咱看这圣经的教示，你拢会看到，咱伫讲忠实的是这三项物件拢会走出来吼。对基督徒来讲吼，忠实吼有两款啦，有两款，一款是亲像King James 圣经所讲的 faith， 就是信仰对上帝的信仰，对上帝的信仰。圣经内底讲真济，上帝是信实的上帝，上帝应允的代志拢有实现。这款代志上帝拢讲的话，毋是说话不算话，伊是真忠实吼。所以信用 faith 吼，忠实实在是，敢若是较亲像人甲人的关系，才较有忠实。信用实在讲，你若无信上帝，也是讲无信人哦，都无迄个忠实的问题啦。你若毋信迄个人，甲迄个人，你要安怎忠实？所以有人讲哦 ，faith 甲 faithfulness 哦，信用甲忠实是。亲像一个银角的两面啦，一个银角的两面，实在是互相吼。伫圣经内底讲真济，上帝是信实的上帝。咱拄仔所读迄个启应文4篇40篇哦，两礼拜前我讲吞论的时，我有讲到这个，代表讲伊听候上帝，伊对上帝哀求，上帝救伊对土糜甲拖出来，甲伊放伫石板顶。上帝是信实的上帝，这个4篇嘛是在讲上帝是信实的上帝。过来吼是亚利米，咱今仔日读亚利米哀歌，亚利米哀歌吼是亚利米写的，迄时吼伊伫伊的国家吼去互巴比伦侵犯，拍倒圣殿吼，弄到外国去出。伊吼哀歌拢总5章，哀歌拢总5章。对头到尾吼，英语叫做 lamentation 就是嗨惨啦。对头到尾5章就是拢咧嗨惨。伊对开始讲哦，过去足繁荣的城市，即马变做拢足芳，安讲个5章，总是伫咧上中央迄哦，伫第3章，咱今仔日所读的19节到24节，第3章遐，伊讲伊心肝足郁卒，毋过伊去想到一项代志，想到啥？想到讲上帝是信实的上帝，伊讲伊的愿望就转来啊，伊有开始有愿望。有人写这个亚利米这个所讲的这吼，写一首圣诗吼，
或者Great is thy faithfulness。英语的姓氏有，华语的姓氏也有，台湾话姓氏我找拢无，所以我有对 YouTube 迄个抓落来吼，咱来做伙听。你若有趣味哦，你的头前哦，下骹遐若有一本即个姓诗吼，324首，可能恁知影这首诗啦，真好听，我足爱。那 sometimes 哦，咱来唱，用英语唱嘛袂要紧啦吼，请迄个。拢总3分钟尔，咱听好完啦吼。这是用耶利米哀歌第3章19、19、24节，咱今仔日读的所写的就是上帝信息的上帝，大自然是安尼，咱会当感觉。总之，咱今仔日是咧讲圣神的轨迹吼，所以我想保罗伫讲的吼，较是咧讲人甲人中间的关系。对基督徒来讲吼，这真深刻的代志。咱有坦直甲上帝的关系，垂直甲上帝的关系，嘛是信息的代志，人甲人的问题，拄了一支是味价，对上帝甲对人。咱今仔日读遐尼侪关系代别的圣经，我相信恁读的是恁就知影，我今仔日的讲道大概是要讲代别甲约拿单的代志。我想恁大概知影，小可知影我准备这圣神的轨迹吼的方法。老实讲，我若敢若讲哦，今仔日敢若要讲重视吼，
啊，摕希腊文出来，拄啊，甲你讲这是啥物意思？这是啥？你念伊就困了了啊。所以我吼拢去找圣经内底，甲即个物件有关系吼。我用迄个圣经来讲，对圣经故事，咱来看，重视伫咱日常的生活，特别是人甲人中间者，朋友才有重视的问题，朋友啦、夫妇啦，人甲人才有重视的问题，有重视啊，无重视吼。这我最近吼，伫电视常常看到一个医生的名，姓江的，你毋知影无？伊吼做甲足大个哦，病院做甲足大个。主持节目拢讲伊外小因某拄外小因某，后壁食一空足大空的。迄个一个姓江的医生，我毋捌伊啦。我是讲，迄夫妇的中间是信息的问题呢，敢毋是？迄是信息的问题嘛，吼。今仔日我要甲咱看大卫甲约拿单因的友情，咱用因所拄着的，因安怎做，咱来反省咱家己。恁是我的朋友，我是恁的朋友，咱互相是朋友。咱甲人的中间，朋友有重视的朋友，嘛有迄落要利用人的朋友，敢毋是？互相利用，毋是，迄个无重视的问题通讲啊，敢毋是？但咱来看大卫甲，要开始讲大卫的情啊，大卫甲约拿单的情啊，我大先讲特个背景。恁等于若有时间哦，我足建议恁去看撒母耳上悬，咱今仔日读的迄几章，你对第16章开始读。咱伫圣经内底头一遍拄着大卫吼，是吼撒母耳，因为扫罗王已经真腐败啊，上帝叫伊讲你爱去找一个新的王，叫伊讲去伯利恒一个人的名叫做亚西的厝，伊一寡囝儿啊，我要对中间一个，所以撒母耳就去啊。这个故事我想恁知影，这头一摆咱读到大卫的代志。迄个亚西吼，将伊7个囝拢叫来，一个拢真好看。哦撒母耳看到说，这歹囝啊咯，这大家拢遐尼好看。一个圣神拢讲喏，毋是这个，毋是这个，毋是这个。所以撒母耳问亚西讲，你的囝拢伫遮个哦？伊才去想着讲，我有个一个上客人呢，伫顾羊，就去顾羊。所以叫人去甲大卫带来，迄个大卫迄阵才有16、17岁囡仔来了。我想伊早起也困起来嘛，无想讲伊会拄着先知撒母耳。看到大卫的时，圣神甲撒母耳讲，这个就是撒母耳伫遐吼，总伊甲伊抹油，讲你要做以色列王。你若是一个16、17岁，迄早起忽然间对人对遐对旷野甲你叫转来。先知甲你抹油，你感觉安怎？那是啥物代志？真趣味的代志啥？伊敢若无感觉讲这是我了不起的代志。伊搁等于顾羊呢，伊搁倒等于顾羊。过去第17章哦，伊的老爸因阿兄拢互调去做兵，伫有战争。因老爸摕一寡物件，甲大卫讲：你去探恁遐阿兄，炸一寡补给兵器互伊。大卫摕咧就去啊，去到战场，看因这边的乖拢伫遐毋敢叮当。对面一个大汉人高利亚伫遐大细声话，伫遐骂上帝，骂以色列大咩？大卫听了讲这是啥人？去问人，伊去互因阿兄骂呢？伊阿兄讲：你走来遮创啥？你无顾羊，你走来遮创啥？个爸叫我来，伊问大兵问人，嘛去互因阿兄讲：这无你的代志，你这问啥？大兵真正互人看无起，你知影？真正互人看无起。伊吼，咱拢知迄个故事，伊志愿要去甲这个大汉人战争。头一项人就讲：你要去，你穿这身躯，你是要安怎战啦？大家摕战甲啦，啥物会穿啦？圣经讲伊遐穿遐物件穿落所行袂去，伊艰苦，伊讲喏，我歹穿这，摕起来，人要举刀，伊嘛毋摕刀，伊敢若摕一个咧害迄落物件，
各样的囡仔咧用的物件出去。故事是伊将迄石头去害着迄个歌利亚。我捌读到一句话吼，足趣味的吼。人讲吼，歌利亚大汉人，咱拄着问题哦，这个问题足大条的，吼我真正无法度，我袂晓，我毋知要安怎解决。伊讲个大卫拄着歌利亚共款，伊讲吼，遐包括扫罗王哦，因看到迄个歌利亚吼，感觉歌利亚是 too big to beat， 伊遮大坑哦，无法度袂赢的。大卫吼。伊讲这是 too big to miss， 这大个吼，凊彩坑嘛对，吼，结果这是 too， 你看你安怎看？有影迄个大汉人，惊的人 too big to beat， 毋惊的人讲 too big to miss， 遐大坑真好坑，啊了，有影真残忍的，这少年囡仔吼，伊将高利亚的头甲剁起来，你敢知？吼，剁起来了吼，伊去甲，因为即个代志吼，当然轰动嘛，当然轰动。扫罗王吼，才知影即个代志了，问讲这是啥人？我读互恁听吼，迄伫迄个撒母耳上卷第14章第56节到第56节到第57节吼。王讲：你去问看，迄个少年人是啥人的囝？大卫拍死歌利亚倒来，暗尼是扫罗的将军啦，暗尼带伊来见扫罗，伊的手要赶歌利亚的头。你想看，迄一个高囡仔吼，手赶一个头安尼害咧吼，来见王。真深色的场面呢，所以我甲你讲，你转去读这足趣味的啦。扫罗问伊讲：少年人，你是啥人的囝？大卫讲：我是你的仆人，伯利恒人亚西的囝。大卫无伫遐讲哦，我做遮大代志安怎？迄个前吼，扫罗王讲哦，若有才调去拍死歌利亚的吼，伊要赏伊赏金，搁要。将查某囝嫁互伊，大卫拢无咧讲遐代志哦，伊拢无咧讲遐代志。这个代志发生的是，扫罗王的边仔徛一个人，约拿单，扫罗王的囝。约拿单看到大卫哦，圣经讲伊对大卫真少年人看到讲，这比我较少年的竟然有法度安尼，伊真正是钦佩这个少年人。啊！我看这个少年人足实在，拢总无安尼，哦，无讲我做遮尔大的代志，我就要成功，拢无。伊吼，约拿单讲，疼大卫比疼家己的性命较疼。事实有影，咱过去看你就知。啊，对迄日起，扫罗甲大卫留伫伊身躯边，就入去大王宫啊啦，搬入去大王宫啊。有机会，甲约拿单。接近，第3节讲吼，因两个吼结约，确定啊，我会讲约这个代志，确定我会讲，因两个，阮细汉的时吼，那你毋知有啊无？阮咧甲朋友若相拍了吼，也是讲真久无讲话吼，讲要好啊吼，阮就用手指尾啊，安尼相交，恁捌无？咱两个要好啊吼，用安尼交，迄就是约啦，伊可能无遮尔简单啦，所以大卫甲约拿单结约，变做好朋友。咱即马来看因两个友情的发展。头一项，朋友是啥？朋友是互相钦仰。若要互相利用的，迄拢毋免讲啊啦。但真正的朋友是互相的钦仰，而且吼对对方有啥物需要，真敏感。大卫一个顾样囡仔，我想伊无真济衫，穿的是真简单。有啦去大王宫，可能会穿较好。总是第4节，约拿单
将伊的外衫、伊的军服、伊的刀、伊的剑、伊的军器，拢总互大笔。大笔无迄落物件嘛，大笔无迄落物件。一个朋友看另外一个朋友，那是真正的好朋友，真正用那单伸出伊的手，是用那单伸出手。大笔绝对无迄落胆讲，我要甲王子做朋友。因为上帝信息对咱嘛是安尼呢，咱无资格通讲我要甲上帝做朋友。伫约翰15章第15节，耶稣甲伊学生讲：我即马无看恁做我的仆人，我看恁做我的朋友。耶稣看咱做伊的朋友呢，迄个友情是对迄边来的。用咱地位来讲，当然比大比较悬。用咱大声伸出友谊的手，因为你的朋友是拢比你搁较好的，比你搁较社会地位搁较悬，是你原来会甲你比你搁较软弱，比你搁较善良的人做朋友，看因的需要。用咱真正是一个无简单的少年人，但两个做朋友了，总是代志的发生是大笔开始高利亚了甲扫罗王转来耶路撒冷一寡城内查某囡仔出来跳舞，我想恁拢知影这个故事。因唱讲扫罗开始清清，大笔开始慢慢，敢若即句扫罗就困袂去啊！哇！这少年呢，遮尔强过去伊想要杀大笔，想尽办法，硬也来，软也来。伊看大笔，你这好小太好，派大笔出去战争，派去足危险迄款战争，想讲其他会战死袂，就免，伊就免动骹手啊。伊去若无战死，佫拢战赢。圣经讲上帝的神甲伊伫地，这扫罗有法度啦。伊看这步行袂通，伊过来招伊做竞赛。有伊就讲开始高利亚的查某囝要嫁伊，这都有影。大笔起头无来呢，到尾扫罗是用颜色的，想讲若收来做竞赛，看会较好势袂。怨妒甲迄拢无关系啦，你会怨妒就怨妒，什么人拢同款啦。扫罗拄拄是安尼，扫罗拄拄是安尼。咱伫今仔日第19章第1节到第7节读到，扫罗叫约拿单甲所有的官兵都爱杀死大笔。你看全国的官兵看到你拢会使杀呢，特别佫讲叫伊的囝约拿单甲所有的人拢爱杀大笔。大笔毋知影这个代志，约拿单去甲伊讲，约拿单去甲伊讲。当然，你会咱想象大笔一定着一惊。约拿单甲约拿单差不多是背逆伊的老爸，伊知影伊的老爸对安尼。毋过咱伫第19章的第4节第4节毋是，第4节，伊甲大笔讲了后，叫大笔讲你去藏起来，若会使我会叫你出来，我甲你叫以前你毋通出来，你去密起来。总是伊甲大笔叫密去。约拿单甲伊的老爸差不多是甲伊的老爸辩论啦，讲这个大笔也无做啥物毋对，伊所做拢对你有利，对国家有利，你谁能想要甲杀？撒母耳的作者写讲约拿单对伊的老爸替大笔讲好话，因为这个友谊真无简单，你知影？你捌拄着迄个种情景你行入面真侪人得讲人的歹话，
啊，因咧讲迄个人你嘛捌哩，你嘛捌哩哦，吼，迄个人无在场，伊袂当替家己辩护，逐个拢咧讲伊安怎安怎，因为逐个一定捌拄着这啦，我嘛捌啦。你用什么态度？那你若看逐个吼，即逐个拢咧讲伊歹吼，我若莫甲因斗阵讲歹，就算真该知啊呢。我点点就好啊嘛，我都莫讲啊。啊，有时啊吼，老实讲，咱听遮一人在讲，咱嘛讲惨落呢，遐查天火道咧吼，佮甲咱讲惨落。我捌读到一句话吼，上好的朋友就是吼，会当替一个无在场的人辩护，迄是第一好的朋友。有影，约拿单拄是安尼，伫伊老爸面前，伊替大卫讲好话。对扫罗来看，大卫是无一点好，伊替伊讲好话。显然，伊有说服伊的老爸，因为过落去咱读到，扫罗讲好，我袂个袂，我，伊就抓讲伊袂杀大卫，所以约拿单就叫大卫出来。啊，第7节咱讲，大卫佫倒转去侍候扫罗王。你有看这个约拿单伫遮做一个和平的使者，两个咧冤家，伊伫中研究活来，这真正是真宝贝的朋友。第三，咱看20章41节到42节，对19章到20章中间发生足侪代志，扫罗要杀大卫。迄个意愿拢总无减少，愈来愈厉害。第19章吼，第20章，你若读的，你就会看到哦。大卫吼，第20章，大卫直直走啊，约拿单直直在保护大卫。啊，咱今仔日读的是20章的41节到42节，我读20章的30到34节，互恁听，恁就知影迄个偌紧张。约拿单甲因老爸中间紧张关系愈来愈厉害。对第20章的30节到34节，吼，扫罗对约拿单发圣地，甲伊讲。你这个不争背逆的查某人生的囝，会这骂因囝骂甲因老母嘛骂呢？去你看伊发圣地气到遮气哦，连因老母嘛骂。我就知你徛伫亚瑟的囝迄边，家己处凌辱，搁互你的老母受到疼体的见效。伊的老母生伊的时吼，衫拢脱起来。这就是讲这啦，我上头读无呢，到尾我才想，这是骂甲连迄个约拿单的老母因也骂安尼，吼，亚瑟的囝若活地，你甲你的王权一定袂稳固，打着派人去甲伊掠来我遮，伊一定着死。扫罗讲这个话呢，真严重呢吼。真严重啊！约拿单第32节，约拿单因讲，伊是安怎就死，伊有做甚物毋对？第33节，保罗举枪射约拿单，伊的囝呢，气甲举枪射伊的囝呢。啊，过去作者讲，约拿单就知伊的老爸。决心要杀大卫，你看情形变到偌歹。咱今仔日读的41节到42节是这个代志了后，约拿单去看大卫，
伊知影伊创伫倒，伊去看伊，去看伊的时，台北真激动啦！伊知影这个代志了，伊当然是足感激的。伫遮台北除了相信迄个约拿单以外，伊其他无法度呢。伊约拿单若要出卖台北是足紧的呢，总是伊真正相信，伊真正相信台北真正相信约拿单。我拄仔讲迄个 faith 甲 faithfulness， 伫遮你看会到，你看会到。啊，你伫遮嘛会当看到我拄仔所讲的，忠实内底有可靠、忠诚，啊无自占的关心，这你伫遮拢看会到。因两个少年的真无奈啦，圣经讲因男的哭。真感动的故事，敢是？你有迄款朋友无？你有迄款朋友？啊，你是毋是迄款朋友？这是咱真常发生的代志。一个落难的朋友，你是毋是迄款的朋友？我新人要毕业的时候，我会记得阮毕业班学校甲阮安排一个去打卡几日的灵修会，啊，请一寡有经验的牧师来讲牧会的代志，阮听。我印象，剩的我拢袂记了，我可能会记得一个牧师甲阮讲一句话，我这几十年还阁会记。伊甲阮讲吼，牧师有会友，无朋友。你捌听这句话无？讲牧师有会友，无朋友。我真正听着，我就是惊咧。敢有影做牧师才悲哀？有会友，无朋友。老实甲你讲哦，我这50年的牧会吼，我唔信这句话咧。我唔知影这个牧师这个牧师的名，我若讲出来，恁大家拢捌，我拢袂讲啊。伊牧会是拄着啥物代志，会讲这句话。几礼拜前，我有甲恁讲。我爱较早离开，我要等去厝，要去参加一个我以前牧会的国教会，要做上尾一遍的礼拜，因叫我去加入。老实讲，我迄日心情足震动的。我甲迄间教会的关系吼，我会记一项代志，迄是我伫产业要做牧师的时，我的负责人破病真伤重，医生讲伊袂好啊。啊，我吼。逐个礼拜日吼，我互朋友知影讲，我拢会甲恁讲，伊即礼拜啥物款。啊，我事实有安尼做，因为我若无安尼吼，确定啊人问吼，因无问嘛袂使，因拢会问嘛。啊问吼，我要讲几十摆，所以我规矩甲因讲，我拢对台下顶甲恁讲伊安尼就好啊。因拢安尼会使。迄日我会记得吼。过去迄礼拜足歹，我心情足淡淡。啊，我你讲啊，做牧师第一痛苦的是吼，无论你心情偌歹吼，礼拜日你往那乖乖爱讲道，你知影无？我徛在遐要讲伊的代志吼，忽然间看到阮两个囝坐伫下骹，我想到因两个，佮想到阮某，我怎讲袂落去？我开始流目屎，我讲我无大声吼啦，总是因知影我讲袂落去。啊，我尾也甲因讲，就是咧，我要入来，我入去我的办公室，我的办公室伫隔壁那点。我入去无偌久，过来的人入来甲我安慰，甲我问，甲讲你若今仔日无要讲道，无要带礼拜，it's OK，阮了解，你毋免勉强。无啦，我照常，我搁倒转，我照常，我永远袂记得迄样代志。这个人是我的朋友咧，因真济拢已经过身啊，还搁几个我捌的，
我准备10月要去看伊。我唔信牧师有会友，无朋友。我看恁拢是我的朋友呢。我万恁换人看我是你的朋友，唔免直直。你叫我信的啦，袂要紧呢。唔免一定叫我牧师，我袂要紧。咱做朋友，都爱有这款朋友啦，非常宝贝，敢毋是？过去咱今仔日读的上尾23章的15节到18节，这中间大笔是直走。大笔有一个原则，讲扫罗是上帝我以为做王的，所以我袂使忘伊。有足侪摆机会，伊会当杀扫罗，伊拢放伊去。啊，伊甲约拿单当然无定定见面啦，不过约拿单知影伊创伫倒。咱今仔日所读这是伊去看大笔，足感动人呢。第17节到18节，伊甲大笔勉励，你着倚靠耶和华。伊差不多甲大笔讲，我会当做的我拢做，我无法度通改变阮老爸，只有将你交托给上帝。伊甲大笔讲，伊讲啊，扫罗的囝，第16节，扫罗的囝约拿单出发去哈勒见大笔，鼓励伊着信靠上帝的保护。检查伊讲，我会当甲你保护到什么程度，我毋知，你爱求上帝保护。啊，过去伊讲，你毋免惊。伊甚至甲约拿单讲，你会做王啦。啊，我做第2位就好，我袂要紧。伊听大笔听甲，伊连王位嘛无安尼。因老爸讲，伊要杀死大笔的问题，是要互约拿单的王位会稳，拄啊伊讲的嘛。即摆约拿单连迄嘛袂掂呢。你看即款的友情哦。主是真不幸啊！这个代志过无偌久，一个战争的中间，约拿单甲扫罗2个爸仔囝，一日的中间战死。撒母耳上悬内底所讲的人物是撒母耳、扫罗啊，甲大笔做王以前的大笔。撒母耳下群第1章开始就大笔做王啊。大笔做王头一项代志，什么代志？约拿单甲扫罗拄啊战死。第1章就撒母耳下卷第1章的第1章，就是大笔在追思扫罗甲约拿单。伊写一首诗，大笔真后做诗，上尾啊2节。我放伫遮，我的兄弟约拿单啊，我为你哀伤，你甲我相亲，你对我的疼真奇妙，赢过妇人人的疼。哟，勇士竟然倒落去，武器嘛毁坏。伊用这款心情在笑念约拿单。但我要搁倒转去，我拄仔讲，咱要讲约的代志约咱活伫这个世间约有2款约啦。我有迄个泡一款是契约，一款是名约。英语叫做 contract 是普通做生意的迄个契约。咱做生意拢爱签契约嘛，土地买啦，拢签契约。你若违反契约，法律会找你。所以契约的迄个拘束力是法律，啊，若搁着法律啦若搁着爱用法律迄关系拢真惨啊啦。我读法律的啦，我甲恁讲恁有看中文迄个法院2字法院你这边边仔甲扎起来，叫做起源，你看嘛？
迄气拢行去呢。那弯落去吼，契约那有绝对出代志的契约。有人甚至讲婚姻是契约。那对真正的法律的观点看，婚姻是契约无毋对啦。毋过婚姻毋是干那契约，婚姻是盟约。结婚是徛伫遮誓约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头前，迄是 covenant， 毋是 contract。迄落要找小三甲小王的，总是讲迄是 contract。总是哦，台湾的人哦，新娘要带出门的时嘛，拜天地，敢毋是？迄就是 covenant， 敢毋是？总是到要离婚的时，拢无咧顾迄啦。讲个啦，基督徒嘛是安尼，徛伫遮，我背，甚至迄个洗礼的使用嘛是 covenant 的呢。你伫上帝面前讲我背领洗礼，迄是 covenant 的。所以洗礼了后就无看人个吼，迄你就爱甲上帝算账，迄法律袂找你，法律袂找你。盟约 covenant。会束缚的开啦是啥？忠实的，敢若安尼尔啦，忠实甲疼安尼尔，无人会找你啦。你违反盟约，无人会找你。大卫甲约拿单所定的就是 covenant， 事实应付还是啥？第18章的第3节讲因两个立约，迄个约应付是 covenant， 两个因立的约。伫上帝面前，上帝作证，我要接纳这个朋友，从实的开始。因两个，伫我拄仔讲的伊这个故事的中间，拢总有去用到这个约。头一个是20章的第8节，第20章的第8节，这是大卫走投无路的时候。伊甲约拿单讲的话，伊讲：当你着诚心对待你的奉献，请你守我甲你甲我伫上主面前所立的约，所立的 covenant。大卫无法度通命令伊做，伊敢若会当讲，请你安尼做。咱伫上帝面前，咱嘛袂当命令上帝。上帝是信实的上帝，一切拢是稳定。大卫会当得到约拿单的保护，迄是完全是稳定。伊讲我若有做，你着亲手待我，哪着等到恁老爸下手。大卫讲真正有影，这是大卫对约拿单的信心，敢毋是？约拿单咧，约拿单讲约的代志，第20章第42节。约拿单甲大卫讲：你通平安去，今仔日读的圣经，咱两个已经有指上帝的名就抓讲，愿上主帮助咱，永远坚守你甲我，你的后代甲我的后代中间所立的约 covenant。大卫就离开，约拿单嘛倒去下来，因两个这个以后无去见面，真伤心的代志。总是因两个拢接受迄个约，迄个 covenant 是忠实这个物件的最根本，对上帝的忠实，对人的忠实的根本。后礼拜我要讲温柔，圣神的规矩温柔。我要搁讲大卫的代志。大卫吼，用咱家讲一句话吼，伊做王了，伊无袂记得。伊做一项吼，足温柔搁好的代志，为着约拿单做的。约拿单已经死啊，伊为着约拿单做一项足温柔的代志。后礼拜才讲互恁听，即马袂讲，讲的我后礼拜就无通讲啊。咱来参加祈祷，
天父上帝，我感谢你，予阮对约拿单甲大卫的友情，搁一摆，阮知影你是信实的上帝。阮常常违背你的命令，阮做无信实的代志，毋是对你，有时对人。主，阮恳求你帮助阮，予阮通过今仔日阮所领受，阮的信忠实的道理，予阮会做一个忠实的朋友。也恳求你赏赐阮，予阮周围的人，予阮较会当拄到真侪忠实的朋友。感谢你，予阮有这个机会伫遮三甲想这个代志。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